这个第一个选定要打倒的标的就是台中第2选区的陈柏惟。反毒猪，反吃麦，来猪党下台。随波飘摇。好，莱克多巴胺不要来。浪花里舞蹈。不吃来猪。亲爱的蔡英文下台了。莱委，莱猪立委就职满周年就可以开始发动罢免了。我们现在也确实也已经有选定了几个标的吧，我们要认真的处理哦。其中一个呢，就是比莱猪立委还再可恶一点的，就是莱猪党的附随立委。这个第一个选定要打倒的标的就是台中第2选区的陈柏惟，而且我们在当地的一些公民团体，我们也已经串联起来了。第1阶段的联署票，我们已经积极的准备，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。2月1号，我们正式宣战，罢免莱委，今年绝对是完整的。如果等一下警方没有阻止我们的一些创意展现的话，我想你们会看到一些很有趣又可爱的升旗的画面。这个可以纠缠向前，然后我们要参加的是蔡英文向美国。反毒猪，反出卖，反出卖，反欺骗，反欺骗，反毒猪，反毒猪，反出卖，反出卖，反欺骗，反欺骗。不要推了，推了，推，你爸妈跟你小孩也会吃。不要不要这样，吃得到。你爸妈跟你小孩会吃毒猪，你知道吗？使用美国猪啊！立法院他们说自己不吃，要我们吃，丧尽天良。莱猪党莱猪院的立法局的支党部的书记尤锡坤。